嗯，宇轩，今天我给你迎了一个儿子回来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呢，从今天开始的3天起，闹闹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和爱宝打赌啊，他输了就得愿赌服输了。对啊，闹闹接下来要去你们家晚餐厅了。听见了没？开不开心？你们在哪儿？我把手头事情做完了，我马上过来接你。哎，不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去我家吃饭，我让你看看他的画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就这么定了。等会儿我们去超市买点菜，我再让他做几道他的拿手菜给你吃。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爱宝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，真正的走进了我跟乃梦的世界。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未来将会发生什么？一切都是未知。来，喝杯水。不用那么客气了。你以后啊，愿意的话，常来家里玩。谢谢。南梦姐，你家布置的真的很温馨哎。真的？哎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我上次看到这个家里的装潢，我特别想，如果以后有孩子的话，我要把婴儿房装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很可爱啊。我去帮帮他，你一个人坐一下。豆角包好了，还有这些蔬菜也洗好了。鸡翅就是上次那个样子吧，味道特别好，我想我女朋友一定会喜欢的。今天就麻烦你好好表现一下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。是，好。那么我晚点过去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等会儿还有事啊？听说有一个老中医，他医术很厉害，我去把把脉。老中医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去看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聊什么呢？逸轩来了，弄弄。逸轩，我刚刚跟爱宝说，我们俩想去看中医，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带孩子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辛苦你了。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来，拜拜。有问题打电话。我和闹闹玩了很久很久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闹闹是爱宝的孩子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那么开心，就好像闹闹是我自己的孩子。在那一刻，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谁，忘记了烦恼，忘记了危险，甚至忘记了爱宝的存在。
那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果汁？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吧。来，小心啊。好棒啊！